人哋係會當你個攣嘅。咁我就話最多係半個攣啦。當咗阿蘇有少少似一個水泡咧，絕對係當佢水泡。我真係探討佢嗰陣時話照顧我嗰樣嘢，我係咁樣同佢一齊嘅。曾經4度榮獲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嘅金燕玲，佢同蘇絲黃喺埋一齊20年，外界一直都默認佢哋係一對，但近日佢接受訪問，竟然直接話同阿蘇之間絕對唔係愛情，仲坦白當初同阿蘇喺埋一齊，純粹當佢係水泡。金燕玲直言，當時佢結束第2段婚姻，由英國返港，又窮又迷茫，完全失晒方向。直到有一次，阿蘇聽完佢嘅困境，心痛到直接同佢講：我好中意你，我想照顧你，想整間屋企俾你住。面對呢個突如其來嘅承諾，金燕玲亦好老實咁講，當時就係貪阿蘇可以俾佢一個安穩嘅地方，有生活保障。雖然佢哋同居咗好多年，但金燕玲一直都好抗拒被人標籤同性戀。雖然外界都當佢哋係伴侶，但佢就話自己最多算半個攣。佢仲特意澄清自己唔係因為離婚就唔中意男性而轉咗中意女性，從來都唔係咁樣。而最難得嘅係2019年金燕玲確診子宮癌，2021年又患上乳癌。呢段日子阿蘇一直陪喺佢身邊，照顧得無微不至。金燕玲話直到有病嗰陣先至真正體會到被愛嘅感覺。雖然佢話唔會同阿蘇結婚，但就表示佢哋精神上嘅聯結比婚姻更重要。